讲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硕士的论文嘛疑似抄袭，讲甲台北市议员简书培2018年面册答文真相共。早起伫个议会，简书培询问到台北市长郭文摕的看法，双方是真甲真激烈。郭文摕讲有争议，就直接来送审。另外，郭文摕进前到平湖去访问交流，有带太太陈培琪做伙去，互议员洪建义来考试，是带太太去做第2届的蜜月。但是无早判手礼转来，互副市长黄珊珊，这个洪议员特别送乌糖粿互黄珊珊，就是要互郭文摕歹看。郭文摕原来真无奈哦，讲哦，伊也无要选市长啊，哪会逐工拢要找伊的麻烦咧？消遣柯文哲，只顾度蜜月。警方必须得送这个乌糖粿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，那为了副市长黄珊珊的辛苦，那更替郭文摕去平湖。民众党积极的争取选票的同时，柯文哲度蜜月的同时，他连你都没想到。这个话题并无讲伤久，因为台北市长的选战正激烈，白色力量面对各方的围攻。一个呢在讲说哦，就拍谁敢当哦，人的选举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用丐帮竞争打法，把市政府的资源这个做好做满。我不会为了选举然后耽误我的工作。请问你是不是第4组台北市长的候选人？唉，我讲哦，我又不会出现在选票上面，为什么每天找我麻烦？谁说找你麻烦？你是现任的市长，你做得很烂。为了全开无伫客气，这议员唔那批评市政，连民众党立委蔡碧如的论文嘛变成攻防的焦点。里面有一段抄了我在2018年10月9号的脸书文。你有念硕士班吗？林志坚敢去台大学术伦理委员会，连去都不敢去。来啦，你相信蔡碧如吗？蔡碧如一定敢去学术伦理委员会。网友说你们对我是真爱吗？连我的脸书都抄，这么讨厌我还抄到我的脸书当论文。民众党对我是真爱吗？不会，我们通常会研究敌人。哪党哪样火力，佮经体力赢的郭文摕伫任内专案报告，又佮引起大家讨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